台湾有一种动物，伫海拔3000公尺的高山都平壤又有分布，数量还唔会少，就是佢还会含佢强啊。其实佢条算系台湾分布最快的动物，台湾全岛有看得到佢，不过因为佢条当强人就当袂看，所以仅仅亲身看过染上强的人实在没摸到。但伫山东的港中人下巴袂伫染人拄到，从头去台山的人对佢条应该咪唔会上手，因为就算冇看过，脚上下巴咪烫得到。佢条腳上當鐵片，彈起像狗皮。強啊，係台灣野生3種陸口動物其中一種，咪係最細隻嘅種。因為算係台灣碲州嘅亞種，所以就有一隻正式嘅名，按落台灣山強。佢條平均嘅壽命差唔多10歲，因為馬嘅強5張熱態就會開始照相，紅子為7-8張熱，和熱態是上一張紙，不過上體30日，兩邊又做得照相，所以佢條人煙頭天又做得穿台，難怪會數量多，分布又快。強嘅數量雖然多，不過佢條冇長落個好結圈，從頭單人動馬第3亞度生發，所以電到還難拄到。係佢條雖然貴熱，又會收鬆收下，不過還係下好，佢早先鬧臨暗時出來侵蝕，所以一般人拄到佢條，掠得時間最多。強嘅外形。看起像一隻彩色狀態型嘅狗，公嘅強頭那檔會上兩支斷角，雙唇還有一對像生育動物安尼尖尖嘅老虎牙。不過佢條係粗細型，主食係嫩芽嫩草，所以佢條最好係連續大面積有動色嘅3亞度生發，最好個頭中一條落下來。因為安陽人的地方，天下還超過上下望，唔但將收得到，咪好看。就像你所看到兩隻3亞強龍。